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你。主啊，帮助阮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通亲像溪边的树来结果子，亲像溪边的树来得到成长。互阮透过你的话，互阮的生命也由阮得到更新改变的气力。主啊，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即时，阮通安静阮的心。会当将阮一切的挂虑来暂时放落，互阮专心一意注心伫你的心上，专心伫你的话语。求你帮助阮，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看见着圣经中的奥妙，互阮看到中圣经内面对阮每一项的提醒以及鼓励。伫要分享进前，搁一摆向你献上阮的感谢。以及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日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系列的第9讲。这个系列准备要做一个结束啊。这个系列对一开始讲的时阵有10个主题，这是第9个主题。然后后个月讲最后一个主题，这个系列的结束。续来牧师会分享另外一个主题。今日要和大家做伙分享，是伫咱这礼拜中。这毋是伫咱礼拜的听数，伫头前几个分享中，牧师拢咧分享咱的礼拜的听数，比如讲咱的祈祷、咱的娱乐、咱的奉献、咱听上帝的话，这会当帮助咱伫礼拜中会当学习着啥？伫礼拜中咱会当看见着主的心意。但是今日要分享，毋是伫咱礼拜中的听数。会当讲是咱规个礼拜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咱来守每一个礼拜日的主日，嘛会当讲安息日。今日咱会当伫遮做伙组织，咱会当伫遮做伙敬拜讹乐咱的上帝，是咱搁一摆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咱伫遮搁一摆会当组织，是会当互咱会当分别咱的时间来含主来相亲近。所以今日牧师要和大家分享，咱的礼拜每一摆咱做伙组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要互咱会当伫主的内面来得到安息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，咱看见耶稣伊含伊的门徒伫一个安息日，因到伫一个卖园，但是耶稣的门徒却经过的时阵用手去摕迄个麦仔。但是边仔法利赛人看到，就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的学生哪会当安尼做？安息日就是爱休困啊！安息日就是啥物工作拢袂当做，啥物代志拢袂当做。为什么你的学生做了这款代志？伫当时的犹太人，因非常遵照因的律法，特别这犹太人因的传统内面，因对安息日，因阁有39种无共款的分类。就是安息日袂当做啥物物件。伫这39种的分类，每一个分类下面阁有39个细项的袂当做，所以总共有1521条安息日袂当做的代志。哇，非常济！你想，哪有可能完全遵守？哪有可能完全讲1521条完全拢背起来，完全拢了解讲安息日袂当做？而且往另外一个角度想，若是真正有1521个伫安息日无通做，安尼真正是足侪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啊！敢若安息日，敢若就是住伫厝，但是啥物物件拢袂当做，就伫遐坐咧，也是倒咧，互一天过去。但是对非常严格遵守这律法的犹太人，因有侪规定，因家己看圣经的解说。然后因家己的传统，因的老师不断地讲，然后就发展出非常侪无共款的分类。特别有一项，我讲有39项，其中因有一个非常大的分类是有关准备食物，也是生产者的食物的物件。其中遮就讲到收割袂使，袂当种植，嘛袂当将遮的食物分类。足侪物件，这是特别针对安息日，恁要准备食物，还是要去种田，
还是要去收割，足侪的分类。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分类，每一个分类下面阁有39种细项的代志袂当做。所以犹太人严格到啥物？因讲伫安息日袂当种植，伫安息日袂当种植，所以有一个规定是，你若伫路边行路的时阵，你袂当黑白配喙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配喙烂的时阵，边仔的草可能会因为你的喙烂来生长，安尼叫做复眼，安尼叫做互这个草仔会当大汉，安尼就叫做工作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因连这项连足侪代志，因拢规定非常的侪，非常的严格。滴到侪人因为听到讲爱守安息日，听到爱做这侪的代志，就产生真大的动荡。但是其实耶稣的门徒所做的这项代志，伫律法规定原本是会当做的。伫律法的规定原本是会当做这项代志的。伫申命记23章有记载，若经过别人的田园，你是会当用手去挽遮的麦仔来食，是会使，但是袂当用刀仔去割。所以伫因的律法是规定会当安尼。就是你若经过人的田，你若是真正腹肚枵，你若真正有需要，你是会当摕一寡物件来食，这是无问题。因的律法规定是无问题的。但是对这犹太人来讲，因认为用手去摕，这就亲像收割一样。咱的理解收割可能是用机器、用刀仔叫做收割，但是这法利赛人伊看到耶稣的门徒用手去摕，这就叫做收割，这就犯了因安息日袂当做工的一个规定。所以对这犹太人、这法利赛人，因看到因非常生气，甚至用安尼去挑战耶稣，讲耶稣，你嘛是一个老师，你的学生哪会当安尼做？因哪会当无守规定？因哪会伫安息日做了袂当做的代志？所以咱拄仔看的经文，耶稣举一个例，耶稣举一个例是大卫王。伊过去，伊伫闪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，伊来到一个祭司的面前。这个祭司伊将伫迄个圣所内面的圣饼交互大卫，但是伫当时的规定，圣所内面的圣饼只会当互祭司来食，一般人是袂当食的。但是当大卫和伊边仔的人到伫这个祭司的面前，这个祭司看见到大卫伊的需要，看见大卫非常的骄傲，所以将这饼摕互伊食。大卫和伊边仔的人拢毋是祭司，伊拢毋是伫迄个圣所服侍的人，但是因却食了圣饼。所以耶稣互咱看见一项代志，人真实的需要比守这一切规定搁较重要。耶稣互咱看见到一个非常重要，安息日也是安息非常的重要。的关键是人真实的需要。但是耶稣的意思毋是讲，只要是因为人的需要，就会当凊彩改变律法；只要因为人的需要，就会当凊彩改变上帝的规定。若是拄仔看到拄仔经文了，你就会开始想，哇，因为人的需要。比规矩搁较重要，安尼后礼拜我就无法来做礼拜啊。后礼拜我就伫厝安息就好啊。后礼拜我就因为我家己的需要，我就无爱守这个规定。但是耶稣咧讲的，毋是讲因为人的需要就凊彩改变，毋是因为人的需要就当凊彩放弃这一切。但是耶稣是咧讲的是，互咱想伫安息日内面，啥物是搁较重要的？为什么咱每一个礼拜要来守主日？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咱伫这个时阵咱出去佚佗啊？伫这个礼拜一早起咱伫厝休困啊？但为什么咱阁愿意分别咱的时间来到伫遮？什么才是咱来守主日？什么是咱来参与礼拜上重要的关键？所以牧师今日要透过今日的经文，有3个分享。和咱做伙来思考，咱到底伫礼拜日分别咱的时间，伫这个安息日，伫这个主日，咱应该安怎来看重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？第一个，牧师要和大家做伙分享，安息日、礼拜日，毋是只有休困尔，是要互咱伫安息中得到透放。安息日，也是这个礼拜日一早起，毋是互咱休困，是要互咱伫安息中会当得到透放。
拄仔咱所看的经文，咱搁一摆来看拄仔所读过的经文。经文讲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和伊的学生经过一个仓园，然后因行的时阵，搁用手搁挽一寡麦仔来食。所以，这法利赛人就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看，你的学生做了安息日袂当做的代志。法利赛人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的学生伫安息日做了袂当做的代志。什么是会当做的？什么是袂当做的？安息日对只会当休困吗？什么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吗？安息日伫原文伊的意思就是停止。安息日伫原本的意思就是停止。可能有人会想讲，安息日就是我礼拜日早起时，我无爱去工作；礼拜日早起时，我就啥物拢无爱做。但是安息日，咱等下继续来看，安息日毋是只有互咱停止休困，搁较重要是要互咱会当得到透放。你若等下礼拜结束的时阵，你去问你边仔的兄弟姊妹，你甲问讲你最近过了好无？我想可能大多数的人会甲你讲，我最近足无用的。你也是你去问你的朋友，你去甲问讲最近过了好无？可能大多数的人拢会讲，我最近足无用的。是啥物代志造成了咱非常无用？甚至咱无法度，当人咧问你讲，你最近过了安怎？你无法度通讲，我最近过了足快乐的，我最近过了非常的舒适。常常咱的回应，也是大多数可能讲，我最近足无用的，我最近的代志足侪，我最近有足侪的责任，我最近有足侪的工作，我必须爱做。这个法利赛人因所看到的也是安尼。这个法利赛人伫安息日看到的，犹原是看到因的责任，看到因的身份，看到因爱做的代志。这个法利赛人因对安息的误解是，因眼中犹原只有责任，因的眼中犹原只有行为，因的眼光犹原只有因爱做的代志。因却袂记得人真正的需要是啥物。当咱咧问别人，你最近过了好无？你最近安怎？当人咧讲我拢足无用的时阵，人讲我代志足侪的时阵，其实背后咧反映讲，我有真侪责任，我有真侪爱做的代志，我有真侪我外在的行为，我爱去完成。有时阵咱却袂记得啥物叫做咱人真正的需要，咱却袂记得爱去思考，啥物是互我生命会当感觉真正欢喜、快乐、舒适的代志。法利赛人对安息的误解嘛是，因认为安息毋是停止尔，毋是只有停落来，因更加看到的是，我嘛是犹原我的责任爱做，我我的行为爱表现出来，我袂当完全休困落来。我若休困落来，敢若我就无价值啦。我若是将我原本所烦恼的这个重担暂时放落来，安尼感觉我无负责任。但是耶稣甲法利赛人回应是，伫安息日的时阵，伫主日的时阵，是搁一摆互咱看见咱人真实的需要，互咱的心得到透放，毋是只有暂时伫这1点钟、2点钟，我坐伫遐会当休困一下。暂时远离我的家庭的代志，暂时远离我的工作的代志。真实是，互咱伫遮会当得到透放，互咱伫遮会当看见咱人的需要。咱愿意分别咱的主日的愿意分别咱礼拜日早起的时间来参与伫主日，其实嘛是互咱学习会当放下咱认为的责任。咱来参与主日礼拜，其实互咱学习一项代志，是互咱暂时放下咱认为的责任。互咱真正搁一摆转来到伫咱的心中，咱真实的需要，互咱会当有得到透放的机会。毋是互咱每一日生活，咱感觉足无用的代志，互咱分心的代志不断地操烦。伫最近，咱在手机，最近是 AI 的世代，除了 AI 的世代，搁较早几冬开始流行是一个手机的世代。
但是无论伫即个手机的时代、AI 的时代，也是咱伫网络的时代，出现了一个名词，叫做无手机的恐慌症，无手机的恐慌症。有一个研究伊安尼讲，即个研究伊就讲，有77%的人，若是无手机啊，伊就会非常烦恼。身躯边无手机啊，有87%的人连困的时阵，手机啊嘛要放伫个枕头边，甚至愈来愈侪人连洗身躯，手机啊嘛要砸入去。虽然讲即马手机啊的防水拢做了真好，但是佫有另外研究，有58%的人每点钟至少要看一解，59%的人随收到讯息就随拍开来看，有84%的人因讲因一工无法度无手机啊伫个身躯边。伫咱即马活着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，咱活着一个资讯流通真紧的时代，但是嘛因为安尼，咱有侪代志，敢若爱咱随时去处理，咱有侪代志，敢若随时就放伫咱的心中。其实咱发现，咱一再拥吻家己分心。咱的内心常常和无共款的声音连做伙，所以咱无法度找到真正的安静。可能伫即马你嘛犹原在想着你等下礼拜结束要做啥，你可能即马犹原在想着后礼拜工作要做啥，你可能犹原想着等下转去厝我阁要做啥。咱真正认为我一来遮只是休困一下，但是我无真正伫遮得到偷放。咱的学习是适当的时阵，将这一切的连接甲切互断。咱爱特别去选择安静伫上帝的面前。当咱无特别选择这项代志，咱犹原来到伫主日的时阵，犹原伫这个会当互咱安息的时阵，犹原带着咱的责任，犹原带着咱的行为，犹原带着咱所烦恼的代志，咱的心犹原无得到安息，咱的心犹原在去想其他的代志，咱的心无真正得到透放。这是安息日第一个互咱上大的代志。这个法利赛人伊所看重的是外在的行为，因所看重的是犹原看重的是因的责任。因伫安息日无法度真正得到安息，因的心无法度真正得到透放，因为因所想的是因家己，因所想的是家己的内心，因所想的是家己的行为。因所想的是伊所有的一切，因却袂记你伫即个安息日真正要互因的心是得到透放的。所以，互咱学习每一届来主日的时阵，是互咱有一个机会学习切断这一切会搅了咱的连接，互咱会当安静伫主的面前，互咱的心来得到透放。其实这嘛是基督信仰互咱上大的礼物，这嘛是咱来守主日互咱上大的礼物。咱每一个人伫遮，咱拢互相称呼叫做兄弟姊妹。来到伫每一个主日，毋是靠着人的外在，靠着人的成就，毋是靠着人的道德规范来定义咱每一个人，是互咱单单倚靠耶稣为着咱成就的一切。这是这个信仰互咱的，这是伫安息内面互咱得到的，互咱真正得到透放，毋是因为外在我做了偌好。毋是因为我有偌无用，毋是因为我有啥物款的行为，是因为我来到伫即个所在，含主三亲近，互我的心通得到透放，互我的心，互我的人，全人拢因为独倚靠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。所以伫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，经文咧讲：劳苦背重担，会当到我遮来，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这是咱非常熟的经文。耶稣讲：劳苦背重担，会当到我遮来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咱非常熟的经文。但是这段经文，互咱搁一解通了解，无论是背劳苦重担，也是非常无用的，也是有侪行为、侪规范伫你的心中。但是咱搁一届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当咱搁一届来到伫主日的时，就互咱的心得到安息，互咱的心有机会得到透放。所以，煞来，
咱来看第二个分享。但是伫第二个分享进前，所以就互咱来想一个问题：咱到底伫礼拜的主日开始，伫礼拜主日结束的时，还是伫礼拜主日开始的时，咱是伫工作中休困，还是咱伫休困了来工作？这就互咱来思考一个问题：若是咱来主日的礼拜，咱来伫遮得到安息，是要得到透放？那安尼，这工对咱来讲，是伫无用工作了的休困，还是伫休困了后，咱会当有重新的气力来工作，来继续无用咱的代志？所以，第二无需要刷咧这来讲，来主日，来到主的面前安息，毋仅是一个义务，更较重要是要伫安息中来得到祝福。毋通认为讲这是一个义务。是要互咱伫安息中要来得到祝福。耶稣讲，安息日是为着人所设立的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所设立的。人是为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立的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设立的。所以回到拄头前的问题，有时阵咱拢想讲礼拜日主日的时阵啊，我工作一礼拜啊，我无用一礼拜啊。我厝内的代志无用一礼拜啊，所以礼拜日我来伫遮休困一下，我来遮得到安息，然后我甲计开始无用啊，我甲开始我一礼拜的生活。但是为这个经文咱来看，安息日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生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设立的，反倒转安息日是为咱每一个人设立的。所以其实来到伫这个所在，每一个主日来到伫这个所在。是互咱有一个新的气力，然后去面对煞来一礼拜。有时阵咱会想是一礼拜无用了，所以我来遮休困一下，我来遮亲群主。但是实际上是倒变，是当咱礼拜主日的时阵，伫遮咱的心得到安息，咱的心得到安静，然后才有得到重新的气力，去到后一个礼拜，到伫以后未来的每一天。所以每一天来这个所在，毋是讲啊一个义务，我一礼拜结束啊，所以我就爱开时间来这个所在。其实更较重要的是，咱来这个所在是要来得到上帝予咱的祝福。当咱倒一摆转到去看创世纪的故事，当上帝创造这个天地的时阵，伊创造宇宙万物，伊到伫第六日，伊最后创造人。第六日伊创造人，第七日伊就休困，伊就休困。上帝伊看伊所创造一切拢非常的好。第六日伊创造人类了后，伊看这个世界一切拢非常的好。然后第七日伊休困，伊煞了伊的工。伊邀请咱每一个人甲伊同齐享受安息。伊邀请咱每一个人和伊做伙同齐享受安息。所以咱搁一摆看这个创世纪的经文，伊讲天地万物拢创造好啊。第七日，上帝因为完成伊所创造的，伊就煞了伊的工，伊赐予第七日，互第七日正对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伫迄天完成创造休困，煞了伊一切的工作休困。所以咱看见伫这个经文，第六天结束的时阵。第七日，上帝分别做成，互伊正做是一个祝福。伊伫创造人了后，第七日，伊邀请人和伊做伙进入伫安息内面。伊邀请人做伙伫这个最后创造的内面，和伊做伙享受。所以，咱若认为来守主日只是出伫义务，还是压力，安尼就失去了其中真实的意义。咱若是认为来守主日、来守咱讲安息日，只是一个义务，还是压力，安尼就失去了其中真实的意义。拄仔讲讲创世纪的故事，当上帝第七日、第六日创造人，第七日休困了后，亚当夏娃因才开始，要才开始记载因伫伊的爱甸乐园所有的代志。因才开始伫爱甸乐园开始有行动，开始就爱甸乐园开始伫遐有工作。
所以，咱看见一项代志，当人和上帝先做伙安息，和上帝做伙同在了后，才开始。当人和上帝做伙同在了后，人领受祝福，才开始伊所做的。所以咱若认为讲每一摆来主日，这是压力，这是一个义务，因为我6工我已经足无闲啊，所以我来遮休困一下。安尼人就可能无法度通了解真实的意义。其实真实的意义是颠倒转来，是因为咱先和主有亲近的机会，咱先和主做伙安息，咱先和主做伙领受着伊的祝福，咱才有气力继续来往前。所以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稳定，毋是靠着家己的劳碌，靠着家己的努力打拼会当得到礼物。毋是讲礼拜到礼拜我非常努力工作，我非常努力打拼，我伫我的家庭我嘛非常尽力，所以礼拜日我就来遮领受祝福，讲主啊，我伫礼拜五我拢做了非常好，礼拜一、礼拜五我非常努力打拼，所以伫礼拜日你甲我祝福。等到转来是我伫礼拜日来和主相亲近。来这个所在得到安息透房的时阵，甲主讲主啊，感谢你，予我有新的平安、新的稳定，予我会当接续伫后礼拜我要做的一切的代志。所以来到伫这个主日，毋是讲一个义务，也是讲我要来领一个礼物。搁较重要的是，我要来，咱是来伫遮得到祝福，然后会当继续行往新的一个礼拜。所以安息日是互咱做出一个宣告。咱每一个来守主日嘛，互咱做出一个宣告。咱毋是这个世界、这个物质世界的奴仆，是互咱会当搁一摆发觉上帝互咱美好的供应。安息日也是咱来守主日，是互咱做出一个宣告，互咱每一个基督徒做出一个宣告。咱毋是这个世界的奴仆，毋是因为我伫这个世界偌无用，做了偌济有成就的代志，是互咱伫这个所在搁一摆看见上帝美好的创造。看见着上帝美好的祝福，看见着上帝美好的供应，互咱有气力继续行往新的一个礼拜。所以伫希伯来书第9章第10节，咱拄嘛看过经文，所以伊讲，佫有另外的安息日，是为着上帝子民的安息所保留的。因为既若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安息的人，就是煞了家己的工作，亲像上帝煞了伊的工作一样。所以11节的经文，咱拄嘛读，所以咱爱努力进入着迄个安息，咱学习进入着迄个安息，进入甲上帝同在的安息内面，毋是出于义务，毋是出于讲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礼拜日我就一定要来。是出伫我伫遮会当搁一摆领受，看见着上帝美好的供应，然后得到新的气力，到伫新的日子中。所以最后无需要大家分享，这个安息日嘛，毋若是遵守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要遵守，是因为伫安息中会当互咱得到自由，是伫安息中互咱会当得到自由。耶稣最后伫这个经文里，马可福音第2章28节，伊安尼讲。伊讲，所以恁主也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最后讲，恁主也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耶稣咧宣告一项代志，伊说明安息日的律法、安息日的规定，是伫耶稣的身份，也是伫耶稣的工作下面。耶稣咧宣告一项代志，安息日的律法是伫伊的身份、伫伊的工作的内面。咱了解伫安息日一开始。伫出埃及记所定安息日的时阵，上大的目的是要互人得到自由。上大的目的是要互人得到自由，毋是要互人有一个敢若是一个严格的规定，敢若毋是讲有一个互人敢若非常淡淡的。其实安息日上一开始伫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含这以色列人定这个条例的时阵，伊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自由。伊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自由。当耶稣咧讲我就是安息日的主的时阵，讲安息日的规定、安息日所有一切，其实伫耶稣的身上完全来显现出来。这嘛代表是伊的身份，代表是伊的工作。当咱才能当咱明白耶稣的时，当咱含咱的主相亲近的时，
咱是会当得到自由的，咱是会当得到伫主内面完全的休困、完全的逃放。所以，咱搁一摆回到拄仔所讲的，咱每一摆来主日来安息日，目的是要互咱得到自由。毋是因为讲我是基督徒，所以规定我礼拜日一定爱来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这讲我一定爱来参加，无参加敢若怪怪。更较重要是来这个所在是互咱得到自由，互咱因为透过亲近咱的主，互咱的生命有一摆更较重要，有这个自由的时间。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叫做赫舍尔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若圣殿是咱和上帝接触的空间，伊讲安息日是咱和上帝接触的时间。伊讲圣殿也是咱和上帝接触的空间，伊讲安息日是互咱和咱的上帝接触的时间。这是一个非常珍贵嘛、非常重要的时间。咱来到伫这个空间，咱来到伫教会。确实，咱和咱的主相亲近，但是更较重要是，伫这个时刻，伫这个早起咱来守主日的时阵，是咱搁一摆，互咱的心和主会当三个人非常亲密、重要的时间。所以耶稣讲，伊是安息日的主，伊互人的生命得到医治，互人的生命。会当得到逃放，互咱会当搁一摆转到伫伊的怀抱中。耶稣伊讲伊是安息日的主，伊互人的生命得到医治，互人搁一摆转到伫伊的怀抱中。咱有机会继续转去看马可福音第3章。马可福音第3章一开始，耶稣就伫遐做了一个神业，伫遐医治一个人。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当咱每一摆伫遮的时阵，就互咱的生命会当有得到医治，会当得到上帝的怀抱。所以重要的是安息日，毋是讲爱安怎遵守。咱来守主日，毋是讲咱安怎遵守，啥物时间爱来遵守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属伫啥？更较重要的是，咱的生命是属伫啥？安息日重要，毋是讲我安怎遵守，我应该安怎做，我应该爱守着啥物物件，我应该爱遵照啥物物件。上重要的是，互咱搁一摆了解是，咱的生命是属伫啥，咱的生命是和啥做结连。所以，毋单只是遵守尔，毋单只是一个义务，毋单只是讲我只来遮休困尔。更较重要是，互咱搁一摆和主相亲近，搁一摆和主有美好生命的结连，互咱真正生命，咱的内心得到自由，也得到逃放。所以最后伫诗篇的诗人伫诗篇46篇第10节，诗人安尼讲：恁爱休困，爱知我是上帝。这个休困伫原文的意思，也是你看台语的圣经，伊是安尼讲，伊讲恁着爱恬恬，也是讲你着爱恬静。爱知影我是上帝，恁着爱恬静，恁着爱安静，恁爱知我是上帝。所以当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当咱每一个早起礼拜日的早起时来到伫遮，当咱讲这是一个安息日的事，互咱搁一摆来思考，咱敢有真正伫这个所在得到逃放？咱敢有伫遮用着一个正确的心态，要来和主相亲近？咱敢有伫遮透过每一个礼拜，真正重新得到气力，会当去面对后礼拜新的生活？愿上帝帮助咱，透过咱每一个礼拜，每一个伫遮自习的时阵，内心真正得到安息，咱的内心真正得到逃放。透过上帝的话语，也互咱的内心真正得到自由，得到稳定。这是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，咱来唱圣诗159首。